那生长的神。第8节，栽种和浇灌都是一样的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第11节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和铠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这时候我们要请黄思倩神学生来讲道，他的题目是“唯一的根基”。唯一的根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在我们在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天父，在新的一年开始，就牵引我们走这恩典的路。求主圣灵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让罪和冷漠成为与你关系的阻碍。打开我们的耳朵和眼睛，让我们听见、看见，并且心里相信，在恩典的道路中活出你的应许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！不知道今年大家用什么方式过新年呢？我知道好像是最近很流行2种，一种就是过年的时候呢，全家一起去外地旅游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比较平常传统的方式，就是在家里一起团聚。不管是哪一种，如果有看新闻的话，有那个图片吗？看得到吗？有吗？如果说大家有看新闻的话，应该都会对我们要放的这个图片一点都不陌生。有出来吗？哦，出来了 OK。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？应该那个新闻已经放到就是大家有点这重复率太高了这样子。2月6号小年夜的凌晨，高雄美浓发生地震，全台湾都有震到。请问你有被震醒的举手？我就是那个有被震醒的人。一开始摇的时候呢，我就醒了。而且这个地震，如果你是一开始就醒的人，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它震了一小段的时间。后来起来了之后呢，才知道是南部的地震嘛，有几处的房屋倒塌，不只是台南。当下让人很意外，也很紧张。因为我们知道过年有很多人会到南部去过年，这场地震呢，震碎了很多家庭的年夜饭，也震醒了在睡梦中的我。我起来的时候，心里在想，我们常感觉到台湾这块土地上有地震，上帝透过这些自然界的事物，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。这个地震我相信不只是震到台南或是台湾这个土地上，是不是也震动到你还有我心里面的哪一栋大楼？只是不知道那栋大楼叫什么名字。今天的经文，上帝的话语透过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，也写给现在的我们每一个人。进入当时哥林多教会呢，它在一个交通很发达、很便利的地方，而且特别的是，
这个地方它没有它原来的传统跟文化，因为在那里的人都是来自不同背景文化，从各地像是移民一样来居住此地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交通便利的关系，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好，城市呢兴起得很快速，各样的知识、各样的文化、各样的习俗，就在这个地方互相的交织，让这个城市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，是越来越有影响力的。而保罗去传福音在哥林多这个地方，而且在那里建立的教会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建立起来的。也因此，当时的基督徒，他们所要面对的是，不只是个人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他信主了之后，他可能他个人要跟他文化背景上面要去跟这个基督信仰去碰撞、去磨合，之间搞不好有一些冲突。在群体间更是啊，特别在他们的教会当中，从第1章我们就会知道，哥林多教会，保罗写这封书信给他们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教会有纷争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教会有分裂的时候，群体间发生了这个化学效应，各样的文化背景的组成，各样的想法，各样的恩赐，让他们出现了分党结派的问题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就有提到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各自拥有自己的想要拥立的那个权柄，在这个教会当中呢，就引起了纷争。如果我们看到圣经，我们就知道保罗劝勉他们要合一，因为基督不是为了特定的党派死，而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为了众人死。因着基督的死，教会才能成为一个身体，教会才能够合一。从个人来看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；从众人来看，基督也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个救恩并不专属哪个群体，而是领受救恩的每一个基督徒们。从那个时候、那个时代回来看我们现在，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其实也发生在现今的教会当中。台湾的环境不就是像刚刚所描述的哥林多城市吗？地理位置特殊，文化背景多元。如果有当过兵的都知道，台湾的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再缩小一点点范围来看好了，我们教会所在的桃园市，不也就像是当时的哥林多城市吗？2公里以内，交通非常发达。你要坐公车，你要坐客运，你要坐火车，你要搭接驳车去高铁，都非常的方便。甚至，如果你要去坐飞机的话，开车只要20分钟，没塞车的状态下。各种的宗教林立，2公里以内嘛，我刚刚有说，大家应该现在都想得到哪一个路口有哪一间庙，哪一个路口有哪一间教会，哪一个路口有什么什么。在路上走呢，讲华语的，讲台语的，讲客语的，讲原住民语的，讲外国语的都有。身处在教会的我们，不也是在这样文化多元、交通发达、各样的知识、各样的风俗、各样的恩赐下，不断的交织，不只是在教会里面，也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冲击吗？在台湾呢，常常听到的，因为基督徒的比例正在攀升中嘛，有些人因着听到福音、经历福音之后，放下了过去，不管是拜祖先啊、拜哪一个神啊、去哪间大庙啊、换哪间小庙啊，放下了这一切，决定跟随基督，却跟亲友间产生了一些张力。
我还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，当时在教会的一个我的好朋友，他是第一代基督徒，他因为要来教会聚会，我记得他有一次在他家跪了一天，然后来聚会一次。这是他跟他家人之间的一些张力，这对很多的第一代基督徒、刚信主的基督徒是很大的挣扎。但我相信，不只是第一代基督徒，在教会群体里面，不管我们在教会多久，也因着不同的组成，各样的带着不同背景文化来到教会里面，也会有一些张力、冲突跟挣扎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也出现了所谓的教会文化。教会文化有它很值得持守的地方，所以我现在要来考试一下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迦南教会的教会文化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可以讲得出来吗？什么？那个提示就是那个2楼的后面那片墙有写真诚、感恩，还有什么？给予，还有什么？和睦、创新。很好，很好。因为昨天也有考青年，那青年呢，有的有回答出来，很厉害哦。教会文化有值得持守的地方，有值得我们持续不断努力的地方，但也要小心会成为一个僵化的现象。文化的美就在于它有让人想传承的吸引力。我们领受了这个文化里面的一个美好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以后也可以这样，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这样。不管是传的人还是接的人，都会在这当中是有动力的。而且再多说一点，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的传承不是只有一种方法、一个面向，因为上帝总有办法，他用他的方法带领我们来经历。分党结派的问题，回到今天的经文，一开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用词就很犀利。原文可以这么说：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仆人。借这些仆人，我们得以相信耶稣是基督，而且这仆人的身份是照主的心意赐给个人的。保罗回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：今天如果我们出去遇到哪一位有名的牧者，遇到哪一个有特别恩赐的人，遇到哪一个社会地位特别高的人，像我们传福音的人也好，牧养我们的人也好，关怀我们的人也好，都只是照着主心意所赏赐的上帝的仆人。既然是仆人，就不会是我们的主人，不会是我们的归属。因为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，他们抬举同工的地位到一个程度，是他们模糊了耶稣基督才是教会唯一的根基。所以到了这里，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比较根源性的解答，那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信徒，我们需要对于我们的归属有正确的认识，对我们的身份需要辨明清楚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找一个群体，可能是那个带你来教会的人，你会特别的对他的话觉得他说的都对，有可能因为在这里有什么兴趣团体，所以会让我们对于这些团体特别的认同。但是保罗提醒我们的归属，唯一的归属，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。
保罗说到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并不是要贬低他们是仆人的身份，而是回应当时哥林多教会，我刚刚有说过，把同工的地位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模糊了教会的中心是耶稣基督。可能我们身边有许多的属灵长辈、同辈在帮助我们，但我们有时候会误以为这是人的能力、人的工作，没有圣灵的提醒和感动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罪是没有察觉的。我们会以为我们是靠自己，或是靠别人，那个比我属灵的，那个帮助我的，在改变。但是有在提醒我们吗？圣经在提醒我们，这都是出于神的工作。而且这里所说到的，保罗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唯有叫他生长的是我们的神。在这里所说到的成长呢，在时态上是一个过去未完成式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指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。如果我信主1年，那1年就是不断的；我信主10年，就是不断的。如果有机会我信主100年，它仍然是不断的在神里面成长。而且这样的成长是在第11节说到，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里面成长的，唯一的根基，耶稣基督。这也是当时保罗他来回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因为在他们的教会当中，他们对于那个末世、那个天国已经降临在他们当中，有一个过分乐观的态度，认为受洗了就是与主耶稣一同受死、一同埋葬、一同复活。末世已经来到，天国已经降临在他们当中，他们可以自由的享受一切属灵的福气，也重视属灵的恩赐。但是对于环境上不合神心意，对于我们内心中不合神心意，对于这个群体里面不合神心意的，他们也归纳在这个自由的范围内，所以产生了彼此相争，甚至去参加异教的一些礼仪祭仪，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对于这些并没有小心的看待吃祭物、行淫乱的事，因为在当时行淫乱的事情就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很正常的。这里的乐观，保罗提醒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像是在建造房屋一样，我们用什么建造，那工程就会在后来的时候显露出来。不管那个柱子里面放的是沙拉油桶啊，不管那根柱子是不是装饰用的柱子，那个梁里面放的是不是保丽龙，当火的试验一到，一切的工程就会显露出来。那在这里我就要问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面的那一栋大楼工程是如何呢？有的人以为自己的工程很实在，结构很缜密，但是火还没有来到，地震还没有来到，怎么知道自己的工程如何？有的人以为自己的工程缓慢，结构松散，却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我的生命是有预备的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对夫妻分享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，在他们家中所做的事。这个妻子呢，在前年的时候罹患了乳癌，经过化疗了之后，她痊愈了。在过去1年的当中，她分享，她觉得这个生病，这个乳癌到治愈的过程，是上帝用火在试炼她的生命，为要叫她的生命翻转，更像基督。那这个丈夫呢，他过去的生命就更精彩了。他曾经呢当过坏人，坐过牢，后来信主，他专心跟随。
他常常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经历到上帝的恩典。这个美好的见证讲到这里，我们都以为已经告一段落了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又一起聚在一起，一起祷告。这个妻子分享她的癌症如何复发，如何转移到脑部。目前的状况是这样，可能的风险有哪些？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分享上帝在她生命当中仍然在做工。她安排检查，去医院检查，结果不到2天的时间，所有全身的检查都完成，而且是在没有预约、没有讲好的情况下，上帝好像无缝接轨的帮助他完成这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检验。不仅如此，他更分享说，在他身上发生这样的事，上帝更是启动了家庭的系统，家人彼此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就在这当中被建立起来。但是在他们的家族当中，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。那你就会想要问说，那她的丈夫呢？现在怎么样？这个妻子的状况这样，她的丈夫呢？还记得那天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丈夫边哭着边说，我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。他说到自己过去改变跟随耶稣，专心的走这个神的道路，结果他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信主而消失。他努力的，而且他说他1年读完2遍圣经，然后每天都发像灵命日粮那种在 FB 上。可是现在妻子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他来说，人生除了苦还是苦。在场的每一个人听的人，当下没有人能够回应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苦我们不能体会，我们没办法回应。还记得那时候，我最后就向他走过去，只对他说，上帝等你，慢慢来。上帝知道，没关系。他愣了一下，我在想，可能是他心里的那栋大楼正在摇动吧。如果今天这位妻子或是这个丈夫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哪一个人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在今天的经文有说到，保罗说我们是神的殿，是在耶稣基督救恩的根基上造成的，因此神不容许任何毁坏这殿的人。过去的哥林多教会是这样，现在的迦南教会也是这样。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，神就要毁坏那人。每一个基督徒就是神的殿，在今天的最后一节有说到，神的殿是圣的。它更深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一个人是属于神的。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就不会只属于哪一个单位、哪一个党派，而且只有一个根基，只有一个身体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上帝并没有跟我们说，我们不会经历高山低谷，但是他却跟我们说，我们是神的殿，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，神就要毁坏那人。对我们来说，对别人来说都是一样。在我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其实在这段经文它讲到教会同工之间的关系。当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事的时候，常常会因为不同的能力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立场，会有不一样的
解读、答案或是意见。可是他在这里说到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小心查验自己在当同工的时候，在服侍的时候，在自己信仰的建造上面，我们是用什么成为根基？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？我想今天就在我们的敬拜当中的最后一首歌，就有讲到，让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不只是放下自己，更多是看见我们彼此在同工当中如何来合一，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来建造。我刚刚所讲的见证里面，这两个人的经历，我想对很多人来说，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过，但是是不一样的事情，不一样的面向。在新的一年开始，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继续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，对齐扎根在耶稣基督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同工。唯有当我们对齐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生命，能够真正的去认识那个盼望，能够真正去得着那个确据。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，让我们就专心的来跟随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赏赐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领受了那真实的盼望跟确据，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根基，我们个人的根基，我们教会的根基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服侍你，一起聆听主你的话语，也一起来经历那真实的盼望。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在新的一年就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经历生命建造在主你的话语，在主你的根基当中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